香港大埔雲福苑大火，無論原因係乜嘢，呢一場突如其來嘅災難提醒咗我哋一個事實：生命好脆弱，好無常。作為身心靈療癒師，我見證過好多人喺巨大衝擊之後，重新審視自己，到底我而家活緊嘅人生係唔係我真正想要嘅呢？災難無可避免會帶嚟痛苦，但同時亦都帶嚟一個訊息：珍惜當下，活得更真實，原諒自己，好好愛自己，放低對別人嘅期望，放低別人對你嘅要求，釋放壓力，輕鬆做自己。透過深呼吸，覺察內心嘅需要，感恩當下擁有嘅一切，使行動同內心對齊，提升心靈能量。未來嘅命運掌握喺你嘅內心。關注光愛療癒，一齊重新得力。